喺2025年嘅春季，美股出現咗一個大幅嘅調整，7大科技股市值一夜蒸發超過1萬億美元，英偉達腰斬，蘋果大跌，連 Elon Musk 身家都蒸發咗超過1000億。但有一個人就好似一早預計咗咁樣，巴菲特冇驚冇亂，就好似一個提早離席嘅老人家咁樣，靜靜咁樣避開咗呢一轉風浪。其實早喺2024年科技股強勢狂熱嗰陣，市場係籠罩住 AI 大模型必買嘅氣氛。但巴菲特選擇逐步清倉科技股，套現持有現金，唔係佢唔識科技，而係佢睇緊估值。當蘋果市盈率衝上30倍以上，佢內心就係得一句太貴啦。崩盤之後，市場一片混亂，但巴菲特同時喺另一邊已經部署緊。佢去咗日本發行低成本日元債，再用呢啲幾乎免費嘅資金買入日本5大商社股份，包括30三井、伊藤忠、住友等等。可能冇咩科技夢，但就係穩定賺錢，股息高，估值低。對巴菲特嚟講就係實打實嘅現金礦場。咁點解係日本呢？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利率套利，美國加息，日本低息，借日元再投資等於白賺息差。第二個原因，利率套利，日元貶值，商社用日元計賬，但收入來自全球，賬面利潤更加高。第三點，資產估值低水，商社 PB 只有 1.2 倍，ROE 有15個百分點，遠遠低過美股科技股嘅估值。簡單嚟講，巴菲特買嘅唔單止係股票，而係全球資源同產業鏈低層嘅定價權。再睇翻背景，美國當前啟動咗一輪新關稅政策，對中國關稅加到超過 140%， 全球供應鏈同投資信心都受到波及。巴菲特避開咗政策高風險區域，集中佈局喺資源能源穩定現金流嘅行業，儲備現金超過3300億美元，創下歷史新高。佢唔炒消息，唔博熱點，只係靜靜咁樣喺泡沫中離場，喺估值窪地重新佈局。投資唔係搶風頭，而係喺風暴之中揾到穩陣嘅錨點。佢慢，但係行得穩；佢唔搶眼，但次次都走喺前面。市場唔缺機會，缺嘅係策略同估值嘅理解。我會喺 Patreon 同群組持續分享中立分析同資產配置嘅思維，歡迎你一齊加入，穩步向前。